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11月11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3篇，约伯记21章17节到37节，约翰二书第1章第1节到13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爱。今日约伯记的经文记载是伫伊的朋友这个拿马人所发讲话了后，约伯的回应。当然，伫这个言辞的中间，也充满着心内毋甘愿的这种埋怨可能亲像咧表达讲上帝是无公义的而且完全无听伊啦约伯记21章17节到34节，约伯的话安尼来回应埋怨，伊安尼讲：歹人会顶减捌欢喜，知会有偌济啉到伫因。上帝会受气减捌，互因艰苦，因有偌济便亲像互风吹散的草油佮亲像互狂风吹去的草坑。恁讲，上帝因为老爸的罪过刑罚伊会惊疑，毋过我想毋值得伊本身受报应，互伊知家己的罪，互伊亲目看见家己的败坏，本身承受全能的会受气。人一旦死去，减会当搁关心家内的代志，连天顶的使者都拢受上帝的审判。啥人会当将知识教示伊？有人到死健康永壮，一生无平安无事，伊的精力充足，筋骨臃肿；有人到死心神痛苦，一生毋捌享受福气，因拢亲像归途互虫嵌满。我知恁在想什么，嘛知恁陷害我的阴谋。恁问大人物的厝伫倒位，歹人住的所在伫倒位？恁兼毋捌问过路的人，兼无接受因所讲的。歹人伫灾难的时平安无事，伫大受气的日得到逃脱。伊所行的，啥人会当当面甲伊指责？伊所做的，啥人会当甲伊报应？伊会互人扛起墓地，阁有人固守伊的墓，埋葬的土对伊嘛甘甜。送葬的人前行后退，算袂了。伊的安慰拢是虚假，伊的应答拢无意思。约伯当然也抱怨伊的朋友，伊讲伊的朋友竟然用空的话来安慰伊，因所讲的逐句拢是真荒谬。约伯亲像在控诉伊的朋友，毋是因为关心伊、疼伊来陪伴伊度过艰难。约翰写批信提醒基督徒，伫这个所在批信内底讲的妇人是咧指教会，以及儿女是咧指教会内的基督徒。约翰表达对教会的疼，以及所有追求真理的人。佮愿意尊敬上帝旨意的人。约翰二书第1章第1节到13节安尼讲：我长老写批互所竞选的妇人甲你的囝儿，我真心疼恁，毋那我，连所有认捌真理的人拢疼恁，因为真理踮伫咱的内面，会永远甲咱同在。愿爸上帝甲爸的囝耶稣基督赏赐咱恩典、怜悯甲平安，互咱的生活充满着真理甲仁爱。我非常欢喜，因为我发现你的囝儿的中间有人尊探爸的诫命，真实实行真理。
夫人啊，我要求你，咱着相听。我伫写互你的，毋是新的诫命，是咱对起头就领受的。咱照上帝的诫命生活，就是听。这个诫命就是恁对起头所听到的。照着这个诫命生活，有真济未识的已经来到这个世间，因公开承认耶稣基督做人来世间。即款的是未识者，是基督的对者，着细字恁所做的工者袂落空。我着当着得到充足的报赏。偏离无坚守基督教示的人，无甲上帝结连；坚守教示的人，才有甲爸甲囝结连。若有人去恁遐所传的违背即款的教示，毋通接纳伊入恁的厝，也毋通甲伊称安，因为甲伊称安就是参与伊的歹行为。我也有真济话爱写，毋过无爱用纸笔。我较忙去恁遐当面甲恁讲，通互咱的欢喜充满，甲你平平受竞选遐的兄弟姊妹的囝儿也要甲你请安。约翰所强调，迄个真的听，就是必须爱遵守上帝的诫命。这个命令的中心就是听，起初的听就是来对上帝。因为上帝真正听世间人，亲像约翰福音13章16节所提到，上帝遮尔听世间人。因为安尼，上帝也命令基督徒都爱遵守伊的诫命来彼此相听。诗篇123篇，坐伫天顶宝座的上主讲：我举目看你，看牧人的目睭安怎仰望主人的手，女婢的目睭安怎仰望女主人的手。阮的目睭嘛，安尼来仰望上主，阮的上帝，一直到伊人永远。上主啊，人永远，人永远，因为阮互人看轻到忍受袂了。阮已经无法度忍受住阮的人的冷笑，无法度忍受自个的人的藐视。阮知真心彼此相听并无容易，但是阮更较明白，这是上帝的旨意甲命令。恳求上帝帮助阮，愿意遵趁上帝的命令，用上帝的真听来彼此相听。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